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位真正令人佩服嘅健身界女神。佢憑住堅持不懈嘅努力、紀律同埋對訓練嘅熱誠，練出咗一副令人讚嘆嘅完美身形。喺我繼續講之前，記住幫手冚個讚同埋訂閱我哋個頻道啦。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，呢個對我哋真係好大幫助。Maria Fernanda 又叫做 Amaya Suri， 係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嘅健身運動員兼模特兒。呢幾年嚟，佢因為身體嘅驚人轉變而吸引咗大量關注，佢對健身世界嘅熱愛亦逐漸加深，變成咗好多人嘅榜樣。Maria 最引人注目嘅唔只係佢個勁 fit 嘅身形，仲有佢多方面嘅才能。佢唔單止練舉重，仲學習咗泰拳、踢拳同 CrossFit， 每樣都充滿幹勁同毅力。而且佢仲好鍾意馬匹，經常喺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同馬仔相處嘅時光，充滿溫情。佢喺 Instagram 上面已經有超過44萬人追蹤，用圖、短片同埋文字不斷鼓勵大家。睇住佢一路走嚟嘅進步同付出，真係會令人覺得充滿動力。佢個腹肌更加係網絡上其中一個最出名、最分明嘅。如果你依家揾緊一個動力，想開始自己嘅健身之路，或者想繼續堅持落去， Maria Fernanda 就係一個好好嘅榜樣。佢證明咗只要有恆心，無論係邊個都可以有驚人嘅成果。點睇呢段故事？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講下你嘅諗法啦！記住繼續留意我哋嘅頻道，會有更多咁精彩嘅內容同你分享。多謝一直支持我哋嘅朋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